好嚟到咧 Happy Weekend 喎，嚟緊迎接 Weekend 啦，即係迎接週末。星期五繼續贏波攻略，咁啊繼續有我好拍檔雜菜天奴同我肥蘇嘅。喂，呢個星期五都不甘寂寞啊，即係都好多波喎，即係其實有幾場咧重點咧都叫做起碼德甲啦、西甲啦、法甲同埋英冠嘅。英冠都好喎，啱我雜菜喎。嚇，你而家係雜菜，你就係雜食啊，係嘛？咁但係近期英冠都幾好玩嘅，我發覺啊。咁啊睇下呢場又點啊？先講德甲先啊，不如有緬恩斯對住紐倫堡，咁就緬恩斯啦，即係上個禮拜啱啱就輸咗俾雲達不萊梅。咁但係其實整體嚟講咧，佢呢班波咧表現唔算曳嘅。咁而且咧曾經追到1-1平手。尤其是陣中啦，匈牙利前鋒。嗱，今年打得相當好喎，斯沙拉爾啊，咁啊打得相當好啦。今屆嚟講咧，球隊亦都係憑住佢嘅表現出色啦，亦都係近期嚟講腳風相當順。咁啊近期嚟講真係入波多，10場練咗有8個波啊，冇錯。咁所以咧而家緬恩斯咧都排喺聯賽榜嘅第8位。咁其實近期除咗呢場嘅輸波之外咧，其餘嘅戰績相當好啦。德國杯贏艾格比治2-0啦，3-0主場贏賀芬咸，甚至作客都和過利華古遜喎。喂，呢場相當勁喎，呢隊波近期啊算唔錯。即係緬恩斯係入球能力唔差，無論贏輸咧，其實佢睇翻近幾場波都入到波。嗱，相反對面紐倫堡咧，其實最近入球能力真係差啲。紐倫堡就今季先入咗8球，相反緬恩斯入球數字係雙位數咯，可以以一個實力嚟證明啦。緬恩斯就雖然大家都中型班，但緬恩斯進攻能力係遠比紐倫堡好。嗱，係啊，不過當然紐倫堡上仗贏喎，但係緬恩斯嘅主場喎。嗱，此消彼長之下呢，我就會撐一撐呢個咁嘅進攻能力係比對手好嘅緬恩斯，就多過紐倫堡嘅，所以呢場波我撐主隊。其實我都係捧主隊嘅，因為其實紐倫堡近期講即係贏過一場啦，上一仗主場贏呢個和夫斯堡，咁但係之前呢嘅即係不但輸啊，係唔識入波嗰度慘啊嘛。嗱，作客啦0-1輸俾史浩克啦，咁另外0-3作亦都輸俾弗雷堡，亦都弗賴堡唔算特別強，咁但係主場亦都輸過俾呢個史特加，同埋主場和一隊唔識作客嘅奧格斯堡，咁似乎近期嚟講狀態一般般，所以其實呢場波好簡單啫。我同阿雜菜天奴嘅睇法都係應該撐主隊緬恩斯。好啊，咁啊跟住去英冠賽事，米杜士堡對住石洲三，大家見到。我哋 backdrop 米杜士堡澳洲國嘅史葛麥當勞啊，咁啊呢個球員亦都我相當熟悉啦，喺蘇超年代咧亦都睇住佢打西奧迪打得相當好，咁啊轉戰過嚟咧英冠賽場，亦都近期嚟講咧米杜士堡嘅戰績咧尚算 OK 啦。嗱，近期相當好噶，而家排喺聯賽榜第2位，當然大家個分數唔會相差好多，只係咧落後水晶宮1分，同埋咧多過卡迪夫城同埋後城都係1分嘅啫。咁但係近期嚟講咧米杜士堡相當唔錯，入正軌啊，近場未輸過。嗱，上一場比較有少少瑕疵就係作客咧，我諗住呢兩班波都 fit 嘅，點知一球入唔到，攻勢相當都唔算少噶，對住呢個森林，咁但係最終和波啦。咁今屆嚟講咧，史葛麥當勞嘅表現都尚算 OK 噶，即係今年入波都 OK 噃，咁啊反而其餘球員呢亦都有貨交啦。史葛麥當勞4球之餘呢，祖基維域斯呢亦都有4個入波噃。咁你話相反石洲三啊，暫時喺聯賽就排20名啦。即係呢支新斑馬呢，本來其實我都幾寄予呢隊石洲三有啲厚望，因為都唔會太差。但睇翻即係今年佢近況咧，石洲三都係比較點樣講係曳少少。你可以睇翻上一場波，主場都輸0-2。就算咗之前主場對住，哇彼得堡都係2-1啫喎。咁嘅情況之下，近2場波先入得1球，真係麻麻地。即係呢班波咧就比較浮少少嘅表現。咁曾經之前其實喺啱啱開快車啦，佢哋輸波之前呢，其實亦都係之前有2連勝嘅，贏彼得堡啦，同埋作客贏葉士域治。但係之前亦都輸過俾暴力般，同埋和過列斯聯。相對嚟講比較浮。咁但係當然呢班波嚟講咧，如果你問我英冠實力咧，佢哋真係比較弱少少，陣中唔算特別多大名，大家比較熟悉。咁啊，梗係咧，保夫萊特啦，呢個球員亦都係曾經效力過英超啊、英甲、英冠啊多支球隊啊。咁但係整體嚟講咧，其實個陣容唔算咁好嘅啫，即係當然都有啲譬如英超兵甚至卻克蘭啦，被人遺忘嘅前利物浦門將啦，但係實力真係差啲啦。嗱，呢場波我始終翻主場覺得米堡尤其是大家要作下去到東北部唔易踢㗎呢場波，所以近期嚟講尤其是主場嘅米杜士堡主場成績 OK 啦，7場5勝1和1負，都所以信得過。相反石洲三作下成績啦，就7場波1勝2和4負，入9球失12球，係你就話即係喺英超咧，唔係英冠佢嚟講咧。如果依家暫時入波喺作客仲入個位數字球隊咧，
真係嗰啲叫唔合格噶啦。咁嘅情況之下，我當然撐米杜士堡啦。我同你一樣，呢場都冇爭議，都係撐米杜士堡噶。咁啊，跟住去到另一場賽事就係法甲賽事，呢場就係藍石對你好中意嘅雷恩吓。咁藍石當然啦，近期嚟講，即係個戰績就對面就正啊，好心理啊，集在天度。麻麻地個成績，作客對尼斯輸波，意料之內嘅。其實呢班波作客能力真係比較差，主場0-1輸俾聖日門，我自己覺得聖日門有啲輕敵啦。當然佢哋主場有一定嘅威脅力嘅，但係主場嚟講，但係亦都輸過俾呢個蒙彼利埃，同埋喂索察唔識作客都逼和嘅。冇錯，咁啊，相反雷恩 OK 噃，即係雷恩當然大家就唔係主場先叻啫，作客都係曳啦。作客曾經係贏過，暫時喺聯賽排即係尾4嘅索察啊。係啊，咁藍石排巴尾實力又比索察曳。咁如果雷恩作客可贏尾4索察，咁作客對尾藍石咧，都應該有啲着數。你睇翻出邊啦，初盤就藍石係受讓平半嘅，到依家即係讓平手咧，咁抵玩情況之下，我當然話作客雷恩係啊，仲抵玩啦。因為其實咧，大家會睇翻個即係踢法上咧，尤其是如果藍石嚟講都係比較主攻啦喺主場，但係咧其實反而咧，我幾中意雷恩呢班波咧，反而係打突擊咧，我反而仲喜歡。佢哋其實如果老實講，你話輸就輸俾啲強隊前列球隊咧，我就冇說話好講。但係作客嚟講咧，對住弱旅咧都可以一捧。你輸俾近期嚟講啦，近期輸俾聖伊天，你冇說話好講啦。係啊，咁啊，所以呢場波似乎冇乜爭議噶咯，即係平手盤都係撐。平手盤雷恩抵買，仲見到平手盤之後雷恩嘅落飛都係唔差咧。咁啊 OK 啦，我自己覺得雷恩始終係實力高啲嘅。好啊，跟住去一場最後一場啦，今日嘅星期五啊，西甲賽事貝迪斯對格蘭納達。哇，不過貝迪斯咧值得一讚嘅，嗰場波咧啱啱上一場聯賽，佢能夠作下情況下對住基達菲咧。上半場兩隊唔識入波啦，啲射門滿到抽筋啦，比吧下半場修正咗之後咧，好犀利。嗱，貝迪斯班波咧，其實個關鍵所在，我自己覺得就係嗰個穩定性。若然有好嘅穩定性，呢班波其實咧係唔錯。嗱，好似摩連拿啦，就好似摩連拿入波啦，咁啊先開紀錄。咁另外就係比拿特，哇，佢射嗰個絕妙嘅世界波，喺左副位射，即係佢龍門嘅左上角啊，即係個死角。然後魯賓加斯道啦，等等都相當唔錯嘅球員。咁嗰日咧亦都係打得相當出色啊！作客情況下，反而咧就搞掂。嗱，加蘭納達咧，其實呢班波咧近4場就曳啦，輸晒。之前對住係啊，盤都輸埋啦。主場對住畢爾包。大家都知畢爾包今年下滑咗，不過當然嗰場波我識少少解釋俾佢。唔抵啊，其實係。先失嗰個12碼咧係有啲商榷嘅，尤其是上半場13分鐘，阿杜列斯射入嗰個12碼。咁但係老實講，如果你話成場嘅表現嚟講咧，似乎畢爾包係穩定過對手啦。咁另外就埋門能力方面咧，似乎咧即係加蘭納達係射門係多羅羅啦，有21腳射門，冇錯。但係即係會有11個中籠，但係只係入過一個波，而且入嗰個波咧，若非對方門將阿伊拉素斯咧有少少大意咧，嗰個波彈一彈地落一落雨，如果唔係根本連破蛋都乏力。咁所以呢場波你見貝迪斯其實主場成績係非常之威猛。你話今年主場係輸過俾馬體會啊，嗰場波上半場都領先2-1，咁最尾有2張紅牌之下先輸翻2-4咧，都可以咁樣講就情有可原啦。再之前主場都曾經係贏過愛斯賓奴同埋華倫西亞。咁好嘅表現喺主場，對住今年真係連續4場波輸波又輸盤嘅格蘭納達，咁讓半日都照埋上盤主隊貝迪斯。同埋當然啦，我亦都有另一個考慮，就係覺得個入球大都可以一效，因為原因好簡單，格蘭納達雖然話上屆咧以防守見稱啦，即係死守，但係主場就守得比較好啲，作客嘅能力就比較差啲。再者咧，而家呢個階段咧，其實對住啲叫同級球隊，同埋佢而家排名尾2啊，咁一定要發力啦。咁所以近期嚟講咧，近5場4場都開大嘅，咁啊，就算佢輸波啦。佢作客又能夠贏馬略卡，好啦，就算主場輸俾薩拉戈薩好，作客輸俾利雲特好，甚至上一仗都好咧，輸俾畢爾包都入到波嘅，所以變咗咧，我覺得貝迪斯嚟講咧，亦都係喺主場有一定嘅入球能力啊，同埋有近期咁嘅表現咧，我覺得入球大可期喎呢場波。咁我就當呢場波我就照買上盤啦，所以今日即係佢呢4場波啦。即係我係對全部都主隊除咗藍石嗰場啦，係啊，即係我對貝迪斯同埋對即係阿米杜士堡呢2場嘅信心會大啲。係啊，咁我覺得呢場波講翻轉頭啦，就入球大啦。阿集賽天奴嘅選擇就係要貝迪斯。咁啊，今日簡單4場波，希望大家好運。當然啦，近期嚟講，除咗欣賞
收睇我哋贏波攻略之外，仲要上 Bobo 18呢，因為多資訊啊，除咗咧本身嘅即係嘅分析啦，或者叫做即係嗰個推介之外咧，仲有而家語音賽前分析啦，當然小弟操刀噶啦。咁如果喺贏波攻略入邊咧，有啲冇講到嘅賽事，我都會同大家分析下嘅賽前形勢啊等等。當然亦都要聽下謝拉挑起過癮嘅一啲新聞啦，即係動新聞都係語音嚟嘅。咁同埋仲有入球片段嘅，大家可以 click 上去睇下啦。冇錯。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聽日繼續有贏波攻略，禮拜6日到我同盤王傑咯噃，拜拜。